恆安邨460尺日式原木風開揚3房單位起貨，立即帶大家睇下三友如何將日式和風元素融入實用嘅生活設計之中。玄關試字櫃用原木色搭配米色柔光面門板，中間黑色玻璃展示櫃，底部半圓空設計方便放置家居拖鞋。多種收納層格配合生活需求設計。廳房通鋪櫻桃木色拼接地板搭配白色牆身，4層清玻璃展示櫃連趟門地櫃，顏色都揀咗配合客廳主色嘅米白色。客廳設計嘅一大特色就係間房嘅日式和風趟門，大片採光嘅同時，令整個屋企自帶柔光濾鏡。主人房正對一整面窗戶，視野非常廣闊舒適。客房一套式訂造3尺半單人床，連衣櫃同書台。2個櫃桶同頭頂書櫃加開放架。第3間房位於玄關旁邊，用木趟門額外間出來。地台床連4個落地櫃桶可以做收納。床頭吊櫃可以擺一啲小裝飾或者香薰蠟燭。洞板仲可以 DIY 加裝掛鈎等嘅小配件。趟門都有隔山氣窗位，確保空氣流通。廚房拆咗原裝木門，改咗半開放式，增加過渡嘅可利用空間。L 型廚房做咗高低台面，更加貼合煮食時候嘅高度。最尾位置擺洗衣機同乾衣機。櫥櫃入面配埋餐具分類架。吊櫃同地櫃入面嘅轉角空間乾淨利落。水槽隔離連接住洗碗機。常用嘅調味料可以擺櫃底嘅開放架。5層抽拉式零食架隱藏喺雪櫃旁邊。完美預留嘅雪櫃位及陷。浴室牆面用灰色面磨砂磚，地板就保留反容易打理嘅米白色瓷磚。角落位做洗手盆同鏡櫃。方形石英石一體盤。鏡櫃入面3層空間夠晒擺放一家人嘅梳洗用品。黑框清玻璃趟門玉屏做乾濕分離，入面亦加裝安全扶手同沐浴椅俾長者使用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三友嘅觀塘門市睇下。